跟上尾啊，遮月相公了啊，来就是迄个日月食跟潮汐啊，日月食跟潮汐。好，来日食，来，咱小讲为上次月相变化的图。不过我们今天画一颗太阳。来问一个问题哦，太阳看起来比较大还是月球？看起来，咱拿讲太阳当然较大啊。问题是越远的东西看起来越小，对不对？太阳比较远啊，它比较大，而比较远啊。如果我们从地球上来看，太阳大还是月球大？您干嘛？好，有人说太阳，有人说月球，其实这是正确的。这些一个天文巧合还是上帝的安排，我们不知道。太阳如果摆到跟月球同样的距离，它看起来会是月球的400倍大，结果它就正好离我们跟月球差400倍远，因为光从太阳到地球500秒，对不对？光从月球到地球是1.3秒，500除以1.3是不是差不多到400？所以一来一往400倍抵消。问题，太阳那种公转的轨道不是正圆，它是一个椭圆，它是椭圆表示有时候近，有时候远。所以者行讲，有时候月球看起来比较大，有时候太阳看起来会比较大。这关键到我们的日食发生哦。想要日食，就是月球运行到太阳跟地球中间，把太阳遮住了，所以这个时候连成一直线，就会发生日食，这个时候是阴历初几？拄啊上过呢，这阴历初几啊？黑印嘛，亮的这一面在这边嘛，我们看到月球暗的嘛，所以这是初一才可能月球运行到太阳跟地球中间。但是问题来，那你说每个阴历初一为什么不是月食？为什么不是日食？照道来说，每个阴历初一应该就是日食啊，这样想是对的。问题是，月球公转轨道跟地球公转轨道两个轨道面没有重合，它偏了5度角，因为偏这5度导致他们对不准。它绕好多圈之后，又过好多年后对准了，所以你日食弄爱足久，它会经过一个差这5度，它只要一偏就挡不住了。如果它今天轨道重合，轨道面是重合，那真的初一一定就会有日食，初一就一定会有日食。好，来，按你接过来，课本话较清楚啦。然后按你过来。中间叫做本隐区，你若伫本隐区，整个月亮就会把太阳挡住，所以在本隐区这个地带月球会跑，所以它是一个条状地带，它看到的就是什么？日全食。日食的食是这个食啊。是食物件的食啊，我嘛唔知
想要来用这个时，啊，台语的日时安怎讲念来？我甲台风啊、风台倒变相共，台语的日时叫做十日，月时叫十月，不过台语的十日是用这个时，它的字是这样写哦。我觉得这个字才对啊，这个字是侵蚀的蚀啊，可是写成这个蚀哈，写成这个蚀导致哈，当我们讲到日偏食的时候哈，那就有人会误以为是太阳不吃青菜水果，然后偏食了。偏食不就这个意思吗？哎，营养不良。啊，要不然日全食嘛，太阳绝食啊，都唔食物件。哎，所以是这个食哈，以这个食。啊，咱台语字偏偏它就有加这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它就是这样定的，标准用字就是这个食。来，上面叫日偏食。其他这个通常范围比较大的地带，你若这叫做半隐区，你若伫迄个半隐区，你若伫这个半隐区，你看到就是部分的太阳，你会看到部分的太阳，这时候就是日偏食，这时候就是日偏食。来，什么叫日环食？来，我伟杰，难免话啦，咱看课本较清楚。来，204页，有啊，你现在交叉之后，本隐区交叉之后又到月球，也就是月球比较远，它挡不住整颗的太阳的时候。它挡不住整颗的太阳，这样子你就会看到外面一环，这时阵叫日环食。你要注意哦，日全食发生的时候，少部分地区可以看到日全食，大部分地区看到的是日偏食，当然有些地区是完全看不到。可是有没有可能同一个日食又有日全食跟日环食？不可能吧？也就是说，今天如果日环食，就是有些地区日环食，其他日偏食，要不然就是下次是日全食的时候，其他地区日偏食，绝对不会有一次的日食同时在地球上可以看到日全食跟日环食。大家有理解哈？后来，第二，这日食啊哈，这日食，来，我再整理一次。地球上全进入太阳的本隐区叫日全食，地球上的地区进入太阳的半隐区叫做日偏食。如果本隐区的范围，这时候月球离得比较远，留下外面一圈，就是日环食。好，这日食哦，来，那来看月食。月食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，恁有人的迄个台灯是伫后壁的无？因为听讲台灯伫后壁比较不伤眼睛。你台灯可特定哈，你眼睛会看到那个灯泡会伤眼，所以台灯放在后面。可是你一定要放在左后方、右后方啊！你放左后方、右后方，还跟你的是左撇子、右撇子有关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是右撇子，你的台灯要放哪边？左边对不？这样才不会挡住影子啊！有没有人把台灯放在正后方？你台灯放在正后方会产生什么效果？你的册变乌的，谁爱变乌的？因为和你的头壳把台灯挡住，这就是月食。那个是太阳，你的头是地球，书本是月球，书本是月球，啊，所以就变这样呢。所以月球进行到
运行到这边的时候，太阳光过来，伊安尼照过来，啊，月球落在地球的本影区，这个月全食。然后月偏食是什么？月偏食是什么？不是月球落在半影区哦，是月球有部分落在本影区，月球的部分落在本影区叫做月偏食。月球如果整颗落在本影区叫做月全食，部分落在本影区叫做月偏食。落在半影区那可没有啊，有啦，它叫半影月食，不过那还是可以看到整颗月亮，只是它的光度减弱而已，只是它的光度减弱而已。好，安尼知影吼。月全食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红色的月亮，为什么？因为那大气也折射红色光。不是全挡住，因为我们地球有大气层，它会把阳光中的红色光折射到月球上去，月球反射红色光，所以你会看到红色的月球。这是日食月食。来，我整理节哈，我最后整理一下，你注意我讲的哈。地球上全部落在本影区，叫做日全食。落在半影区，地球上的区域落在半影区，叫做日偏食。这一个呢，是月球落在地球的全部落在地球的本影区，叫做月全食。月球的部分落在本影区，没有全部，部分落在本影区，这叫月偏食。好嘞，了解哦。日食、月食，讲到这，来上尾一个潮汐。潮汐是地球上海水受到主要月球引力影响，太阳也会影响，那主要是月球。月球引力的影响有涨落的现象，所以这边的海水会被它吸上来。我以为这是做夸张呢，我以为这做夸张呢，海水没有涨到那么高，海水涨到那么高吓死了。就算喜马拉雅山也都在我的粉笔这范围里面而已。更何况海水涨潮不过我这画清楚一点，这边会受到引力影响涨潮高起来，然后对面这里月球的对面这里也会涨起来，为什么？怎样？这边也会涨起来。来，我这样解释哦，我这样解释，万有引力学过嘛哈？距离越小，引力越大，越近引力越大。好，这有3个部分，这是第一部分海水，第二部分是地球，第3部分是这边的海水。谁距离最近？1最近，2其次，3最后。所以你会说，它有没有排斥力？3为什么会被推走？3不是被推走，是因为1受到的引力最大，2是其次，3受到的引力最小，所以1跟3就跟地球分开了。这样解释啊，我这样解释。来，
从这边转，这边满潮最高，来，这个过程叫什么？来，这个过程叫什么？满潮渐渐退去的过程，叫退潮嘛。退到最低点叫什么？退到最低点叫什么？干潮，打哑啦，干掉了，又渐渐涨潮，涨到满潮，退潮，干潮，到这边又满潮。来，这样转一圈多久？那谁解瓦布？地球转一圈多久？一天啊，24点钟嘛，一天24小时啊，转一天24小时。你想想，困不饱啊？已经到最后一节课，没有那个了，没有精力了。一天24小时哈，一天24小时。问题来了，你设一个月球无伫遮啊？月球也会跑啊，它会跑多少？这角度有啊，这角度是多少？月球多久绕一圈？绕一圈多久？一个月多久？29.5天，也就是30天，对不对？所以地球绕一圈是一天，它会跑一圈的1/30。可是这个1/30对地球而言，一圈是24小时，所以地球要绕过这1/30，它的一天是24小时，所以它要跑24小时的1/30过去，这个大约不到1小时，所以是多久？50分钟，50分。这也是说明了，如果今天中午12点是满潮，明天中午12点不会满潮，明天的满潮是多久？会拖延多久？50分钟，拖延50分钟。问题是明天中午的12点50分，并不是下一次的满潮啊，它下一次的满潮是转到对面去，转到对面去多久？24小时50分切一半多久？12小时25分。12小时25分。所以下一次的满潮距离12小时25分。来，你若干潮再切一半，6小时12.3分左右，黑龙没做精确啊，6小时12.3分左右。好嘞，对，这就是潮汐的延迟。来，那记其他名词最低叫做干潮，最高叫做满潮。干潮到满潮的过程叫啥？涨潮。满潮到干潮的过程，退潮。上下的水位差，叫啥？潮差。这一块地区有一个名称叫啥？潮间带。这潮间带以生态中丰富为所在，跟湿地啦、雨林啊一样，它的生态很丰富。潮间带有一种很可爱的螃蟹，叫做招潮蟹，有没有？
招潮蟹就是一只大茄子，一只小茄子嘛。招潮蟹为什么这么可爱？它为什么要有大茄子跟小茄子？生物老师讲说，大钳子是用来干嘛的？跟人家打架嘛。小钳子是干嘛用的？夹东西吃，给自己吃的嘛。听起来很有道理嘛？不对啊！只有招潮蟹有大钳子跟小钳子啊。那其他2只大钳子的螃蟹它怎么办？谁夹东西给它吃啊？你有想过这个问题？2只大钳子的螃蟹，它表示它2只大钳子都打架用的啊。那怎么吃东西？我想嘛，都疑惑如果要夹2只大钳子，那螃蟹其实螃蟹那个招潮蟹是夹东西来吃的，可是很多螃蟹它不是夹东西吃的。你有发现螃蟹的嘴巴很特别？螃蟹的嘴巴好像一个滤网一样，所以那些螃蟹其实它在水里游，它就像那长须鲸一样，它就把水里的浮游生物透过它的滤网过滤之后，然后去吸收那些浮游生物的营养。安尼就一架来，太阳对潮汐有没有影响？有影响，但是没有月球那么大。它只扮演扯后腿或是加强的角色。所以太阳跟月球同边或跟月球反边，简单来讲会乘以15啦，除以15啦。这时候的涨潮涨特别高，退潮退特别低。这时候我们叫做大潮。如果是太阳在这边或这边，也就是上旋下旋的时候，涨潮没涨那么高，退潮没退那么低，这个我们就叫什么？小潮。这就是太阳的影响太阳对潮汐的影响。潮汐对我们一些渔业啦什么，你还被钓鱼啦鱼群会跟着潮汐进来这些都有影响。来，咱进全部讲煞。